来到嘉义区的礼华社区，活动中会当看到有真侪长辈咧甲少年辈要安怎拔葬。这摆因为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来捐赠40万的经费，和社区理事长李黄立明表达万分的感谢。嘛透过这摆机会来改善电力无够的问题，并强化硬体设备。我礼华社区理事长我李敏姐啊。这届足感谢集保互我这个经费40万，互我会当互我改变我的社区。我1楼2楼电拢无够，已经30档拢旧啊我呢全部电总换互我一台冷冻厨，伊我倒来买拢生鹫久，嘛足感谢集保，互我这回，互我所有，互我40万的经费，我来换一台迄落卡拉 OK 红唱歌。当遮呢，真热热啦，所以今仔庆祝来北藏来庆祝集保，互我感谢，互我的这条经费，互我遮社区足好的，足好的。这摆透过青年共同参与的方式，一方面的感谢捐赠单位热心，同时嘛透过长辈带着少年辈做伙拔葬的方式，其中代表着传承的意义，共同把传统的美食制作方式保存落来。青年共餐互一寡少人的志工妈妈来拔遮互遮的老大人落会晓的、甲袂晓的大家来拔葬落送互一寡遮外口的都市妇。单位嘛，甲即摆所拔的葬会送互社区的独居长辈，透过活动来落实社区照顾，佮有关怀。同时嘛，当促进时代互动，善用高龄长辈来传承因的生活智慧，佮有经验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